家好，歡迎返嚟柯查讀書會。今日我哋會繼續探討《大腦不疲勞》呢本書。喺上集我哋深入了解咗疲勞大腦嘅成因，知道咗長期壓力會導致神經發炎，從而引發焦慮、專注力不足同失眠。我哋亦都拆解咗 Brain Shift 理念中嘅睡眠、科技同發炎三大支柱。而今集我哋會討論餘下嘅 H 同 F， 然後將所有理論轉化為實際行動，同大家一齊走過呢個為期8星期嘅 Brain Shift 實踐方案，真正開始我哋嘅療癒之旅。首先，我哋要講 Brain Shift 縮寫入邊嘅第4個字母 H， 代表 Hormones 荷爾蒙。作者話荷爾蒙失調係疲勞大腦一個經常被忽略但又極之重要嘅根本原因。佢特別點名2種超級荷爾蒙，維他命 D3 同甲狀腺素。好多人以為維他命 D 只係同骨骼健康有關，但係作者話呢個係一個巨大嘅誤解，佢根本就應該被重新命名為荷爾蒙 D， 因為佢喺我哋體內扮演住一個前荷爾蒙嘅角色，調節住全身超過50種荷爾蒙嘅運作，對大腦功能尤其重要。作者引用研究指出，維他命 D3 可以直接幫助減少神經發炎，保護腦細胞，就好似大腦嘅消防員一樣。但係由於我哋現代人好少曬太陽，又或者成日搽防曬，書中提到全球有高達50%嘅人維他命 D3 水平都係不足嘅。呢個情況就好似我哋個腦長期喺度捱餓，冇足夠嘅資源去滅火同修復。跟住就係甲狀腺，甲狀腺就好似我哋身體嘅恆溫器同引擎，負責調節新陳代謝、能量水平同情緒。無論係甲狀腺功能亢進定係功能減退，都會直接導致疲勞大腦嘅症狀。作者分享咗一個真實案例啦，有個叫Kelly 嘅女士參加佢公司嘅 Brain Shift 課程，本身只係為咗贏獎品，半信半疑咁跟住去做。去到第7個禮拜，課程建議大家去見醫生做身體檢查。Kelly 照做，結果竟然發現佢嘅甲狀腺有問題。進一步檢查後，確診係早期甲狀腺癌。Kelly 事後同作者講，如果唔係呢個課程，佢可能永遠都唔會主動去做檢查，後果不堪設想。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有時我哋覺得自己只係壓力大，但背後可能真係有潛在嘅生理問題需要正視。Brain Shift縮寫嘅最後一個字母 F， 代表 Food and Fat 食物與脂肪。作者喺呢度要打破一個幾十年嚟嘅迷思，脂肪並唔係我哋嘅敵人，優質嘅脂肪反而係我哋大腦最重要嘅朋友。我哋個腦咧有60%咧都係由脂肪構成，佢需要好嘅脂肪咧先可以正常運作、修復同埋抗發炎。關鍵係要分清楚好脂肪同壞脂肪。首先，咩係壞脂肪呢？書入邊主要指出2種，第一種係人工反式脂肪，呢啲脂肪常見於人造牛油、酥皮糕點、油炸快餐同好多包裝零食入邊，佢哋會直接引發身體嘅強烈發炎反應，對心血管同大腦造成極大傷害，可以話係百害而無一利嘅脂肪。第二種需要警惕嘅就係我哋飲食中比例嚴重失衡嘅 Omega 6脂肪酸。Omega 6本身並唔係絕對嘅壞人，我哋身體都需要少量去維持正常運作。但係問題出喺比例上面 ，Omega 6主要嚟自好多常用嘅植物油，例如粟米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而呢啲油正正係現代加工食品、餐廳外賣嘅主要用油。結果就係我哋喺唔知情嘅情況下，攝取咗遠遠超出需要嘅 Omega 6。過量嘅 Omega 6就好似火種一樣，會喺我哋體內促進發炎反應，不斷為我哋嘅大腦火災添加燃料。相對地咧，好脂肪就係指有抗發炎作用嘅 Omega 3脂肪酸。Omega 3就好似大腦嘅滅火隊，能夠中和 Omega 6引起嘅火災，修復受損嘅腦細胞，保護我哋嘅神經系統。佢主要嚟自深海魚，例如三文魚、章魚、堅果，特別係合桃同種子，例如亞麻籽、奇亞籽。作者引用研究指出，我哋祖先嘅飲食 Omega 6同 Omega 3嘅比例大約係理想嘅1:1。
但係現代西方飲食因為充斥住加工食品，令到呢個比例嚴重失衡。書中指出可以去到15:1，甚至係更高。呢個情況就好似我哋派咗15個縱火隊員入我哋個腦，但係只係派咗一個消防員去救火，後果可想而知。所以作者強調，我哋嘅飲食策略唔係要完全戒絕脂肪，而係要重新平衡，大幅減少加工食品同壞油嘅攝取，同時努力增加含有豐富 Omega-3嘅天然食物。好，了解晒 Shift 呢5大科學根源之後，我哋終於進入最重要嘅部分，就係作者設計嘅8星期 Brain Shift 實踐方案。呢個方案嘅核心理念係微習慣同習慣堆疊。佢嘅設計邏輯係頭4個星期係修復期，打好基礎；後4個星期係提升期，喺穩固嘅基礎上提升能量同專注力。首先係第一週設定目標，而非自我批判。開始之前唔係叫你即刻做啲咩，而係要你拎張紙寫低你喺呢8個星期最想達到嘅一個具體健康目標。呢個步驟非常之重要，因為佢將你嘅焦點由我唔想再失眠呢種負面嘅抱怨，轉化為我希望可以每晚安瞓7個鐘，第二朝精神奕奕咁起身呢種正面嘅願景。例如將我唔想再咁焦慮改寫成我希望喺開會時可以感到平靜同自信。呢個係心理學上嘅一個重要技巧，為整個旅程設定一個積極有希望嘅基礎。第2週係7日睡眠挑戰，呢個係成個方案嘅基石。目標係用行動去重設你嘅生理時鐘。你要設定一個固定嘅瞓覺同起身時間，並且喺7日內嚴格遵守。作者強調，就算係星期6日都唔可以例外，因為生理時鐘係冇假期嘅。同時，你要將你嘅睡房打造成一個純粹嘅睡眠綠洲，清空床下底嘅雜物，因為風水學同心理學都認為床下嘅雜亂會影響睡眠能量。將工作用嘅嘢全部搬走，唔好再喺床上面用電腦。每日起身後堅持鋪翻好張床，呢個簡單嘅儀式感會為你新一日帶嚟第一份成就感，亦都代表你結束咗休息嘅狀態。之後係第3週掃位排毒。喺第2週嘅基礎上，你要喺瞓覺前30至60分鐘完全停止使用所有會發出藍光嘅電子產品。我知你可能會話冇可能啊，但係作者話呢一步係非做不可嘅。佢建議你可以將手機放喺睡房外面叉電，買翻個傳統鬧鐘。喺呢段時間你可以做啲放鬆嘅活動，例如睇實體書、聽柔和音樂、同家人傾偈，或者做一個叫做 Brain Dump 嘅練習。Brain Dump 唔係寫日記，而係好似倒垃圾咁，將個腦入邊所有嘅待辦事項、憂慮、靈感，用清單嘅形式全部寫喺一張紙上面，就好似將電腦嘅 RAM 清空一樣，等佢可以準備休息。嚟到第4週 Brain Pause， 呢個係一個應對日間突發焦慮嘅強大工具。作者發現好多焦慮嘅人，你叫佢哋深呼吸，佢哋反而會更焦慮，因為佢哋會更加留意到自己急速嘅心跳。所以佢設計咗 Brain Pause， 第一步離開犯罪現場，即係行開一下，離開令你感到壓力嘅環境，就算只係行去洗手間都好。第2步重設你嘅感官，用新嘅感官輸入去打斷焦慮嘅諗法，例如戴上耳機，聽一啲有特定頻率嘅音樂，或者做抖動練習。好似小狗濕咗水之後咁，隨意抖動你嘅四肢同身體，去釋放積聚喺神經系統嘅壓力。呢個技巧可以喺幾分鐘內有效中斷你嘅焦慮循環。第5週生物營養學，到咗第5週，你嘅睡眠應該已經有改善，身體嘅發炎水平開始下降。呢個星期嘅任務好簡單，遵守咖啡因與碳水化合物規則。即係如果你飲咗含有咖啡因嘅嘢之後1個鐘頭內，就唔好食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反之亦然。作者舉例，好多人習慣朝早一杯 latte 加個牛角包，或者下晝一杯奶茶加件蛋糕，呢啲都係疲勞大腦嘅完美風暴。呢個簡單嘅規則可以有效防止你嘅血糖大上大落，穩定你日間嘅能量同埋專注力。去到第6週係關於燃料能量同專注力。
呢個禮拜嘅任務呢，就係喺你每一餐入邊呢都加入1至2份好嘅脂肪。作者俾咗好多實際例子，早餐可以喺乳酪上面加1根奇亞籽，午餐嘅沙律加半個牛油果，晚餐食1塊三文魚，或者用少少合桃做下午茶。呢個做法就好似為你嘅超級跑車，即係你個腦加入最頂級嘅燃料，你會好快感覺到你嘅思緒更清晰，能量水平更持久，而且飽肚感更強，自然就冇咁想食零食。第7週超級荷爾蒙，作者強烈建議，去到呢個階段，你應該去見你嘅家庭醫生，要求做一個詳細嘅血液檢查。重點檢查項目包括完整嘅甲狀腺功能、維他命 D3 水平、空腹血糖同胰島素水平。攞到呢啲數據，你先可以真正了解自己身體嘅狀況，排除任何潛在嘅生理問題，令你嘅療癒之路更加完整同科學。嚟到最後一週，整合與前行。呢個星期你要回顧返你第1週寫低嘅目標，評估下自己嘅進展。最重要嘅係從之前7個星期嘅 Brain Shift 入邊揀出1至2個你覺得最有用、最容易堅持嘅習慣，將佢哋變成你生活嘅一部分，長期實踐落去。作者強調唔需要做到100分，就算只係堅持到2、3個微習慣，你嘅生活已經會有好大嘅改變。作者喺書嘅最後用溫暖嘅語氣提醒我哋，疲勞大腦唔係一次過就可以治癒嘅病。生活總會有新嘅挑戰，舊有嘅模式有時會翻嚟，但係唔緊要，因為依家我哋手上已經有一套完整嘅工具同地圖。當你發現自己又開始失眠啊、焦慮嘅時候，你就知道應該點做，可以隨時翻開呢個8星期嘅方案，重新開始。大腦不疲勞呢本書唔單止提供咗一個解決方案，佢更加俾咗我哋一個新嘅視角去理解自己。佢話俾我哋知，我哋唔需要為咗追求成功而犧牲健康，我哋亦都唔需要為自己嘅疲勞大腦感到羞恥或者孤單。我哋嘅大腦並冇壞，佢只係用佢嘅方式話俾我哋知。佢需要休息，需要滋養，需要我哋用啱嘅方法去關心佢。當我哋嘅大腦健康返，我哋先至可以真正發揮我哋嘅潛能，用一個更平靜、更專注、更有力量嘅狀態去創造我哋想要嘅生活。希望呢2集嘅分享可以為所有正喺度同疲勞大腦搏鬥嘅朋友帶嚟一啲希望同埋實際可行嘅方向。記住，改變係由一個微小嘅 Brain Shift 開始。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